天涯，告白书也是好重要。爱勿脚也是古话长腿，上回关键要讲讲团呀，让我本人开本讲团呀。太细嘛，做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空来摘呀。美浓山下，摘到几个山下，爱做爱呀，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数慢数，来叫几多，想被爱。人流纵火，爱捉唔到，叫睡唔到。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。哦，嘘，完了，他们来了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阿伟哥，阿发哥，秋秋，落去时节赶唔拄好啦。先入来，入来，先入来人讲啦吼。啊？你有要按落滚的喏？酒也味啦，伊头前哦。打双赢的啦，但是哦，惊结着路慢，我着报复，让我传也着家伙啦。落去吼，真诶要时候啦，先跪啦，吼，落去啦。哎呦，俺唔会惊啦，唔是伤害啦。阿发哥，娘叔，应准诶。无啦。歹势啦，一定减5年了吼。不是啊，我们先要你才对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秋菊，颜良黑哦，是我们的室友了。他是阿金。大家好。你好。真是大美女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看美女，色性不改。说实话都不行哦。谢谢。阿妹，也很用的啦。我感觉哦，去咧路慢，唔会安尼出酸的啦。今日喊做点用的喏。原来哦，俺就出去改烟饼。一零年迄表，也蛮哦，免一零年的事情啦，爱念哦，全部牵连一批的啦。当然这样啊，你还给你听下就好了。肥，你叫妈去讲的嘛会发啊？对啊，你还叫我们兄弟吗？无做贵迄面弄好嘞啊，演请唔到你，无听说就算了啊。嘿啦，几面弄啦，唔好讲伊句无贵的啊，唔过唔贵哦，娘嘛会请过来啦。系啊，乃贵迄面弄，这些抽又不你够，以后脸面就唔会有疤诶。唔是啦。人家秋秋的好意呢，真的唔是红人心哦。唔怕啦，看你要几紧张哦，我一片有无的嘛，爱做下工检查不唔得哩。来情看看吼。哎呦，秋秋，亚种树上，让我有蛮爱帮的啦。落去真的唔要时候啦，来啦，你先跪啦。好啦，唔着多补充哦，先跪起来，喊你慢慢来。好，再见。爱送啦。好，再见。秋秋，让我有喊落呀，
你也叫你卡了的。其实咩唔係去了啦，迄下橋啊，我繼續嚟去家天子工廠上班，有冇帶去看過咯？環境要做得，工廠前度嘅人工啊，假使係你嘅話，年後就做得起咧。姑嫂，今天只能要來上班咯。上去去啦，當位姐也固定嚟去，唔是將來因為書讀到少，不如看唔起啊。阿伯哥，冇上嚟來高雄哦。唔係，改上來，愛讀書咪係好事啊。過後，係啲時候高雄嘅環境改複雜呢，就像大人講樣嘅，佢單純嘅怕會唔適應咯。阿伯哥做得適應，係咪聽佢努力適應啊？最主要係能夠裝備啊，還有機會讀書嘅話，係冇利用唔起啊。聽講你啊，就要歸陸卡，同陸卡你參詳一下，假使認同意嘅話，係你後再過來咯。你是頭上班，按不要刺繡，9年圖1件褲。唔係呢，安尼又會讀書又會做事，咪讓人身體都唔掉呢。阿發哥，你擺同講法就感覺。這家書讀到少，假使到讀書嘅話，咪做得同人講得來啊。其實咯，唔讀書也唔讀書，咪就感覺我連路可以講得來啊。不過要上進心嘛好啦，以後來話，我連做得強下讀書，禮拜六也做得強下閨蜜咯，好嘛？真實，佢幾好。唔係橋尾去請嚟吃飯嘅話，一下就上一幾年咯，同都看人工呢。我看咯，喏，係你強快佢嘅跳喺度卡，係算唔過去啦。等下讓過來看下 V 啊。我呢禮拜六睇面同見面咯。唔是送嚟啦，叫佢去看下 V 啊。做唔得啦，高雄嘅路你唔熟。阿 V 哦，有阿金爺嘅照顧啊，冇問題啦。至少買送去公車站啊。好啦，你來去。不用緊張了，應該是阿發回來了。邱威，我問你，你和小豬又怎麼了？他幹嘛說要離開高雄，再也不回來？到底發生什麼事？小豬為什麼突然要離開？小豬要離開，我不知道啊。他要去哪？這女的也太戲劇化了吧！阿威，你平時又沒有找到他，他跑什麼跑？對啊，要走，應該是阿威走啊。我就知道，果然跟你有關。我和康斌問了半天，一直支支吾吾的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他有來嗎？他在哪？在隔壁，康斌攔住他，不說清楚不讓他走。你該不會要私奔吧？就這樣，黑老大知道了，那個就阿威，你們講清楚呢。小豬，你還好吧？怎麼回事？事情是我闖出來的，你別為難他。你又幹了什麼好事？你說啊！聽海仔說，阿威在賓果室不知道拿瓶子砸誰。什麼瓶子？到底發生什麼事？就是黑老大，怎麼樣？誰叫他欺負小豬？我拿瓶子砸他這裡。小豬，你怎麼了？是不是黑老大去找你麻煩？他媽的逼人！一桌沒完又來一桌，你到底想怎樣啊？我不是跟你講過叫你不要管他們的事情嗎？黑老大傷得怎麼樣？他流了好多血，我嚇死了。那他看醫生了嗎？我不知道，有人大叫警察來了，我就……幹我不是要你爸把這馬子嗎？你賠不停！
现在事情搞那么严重，我真被你们气死了。你要离开就是为了这个？对啊，我怕黑老大不会就这样算了的。你以为你这样一走了之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你能跑到哪里去？以后都不回来了吗？那你要靠什么生活？小朱，你不用怕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你先别慌，如果你真的怕，不然你先待在我们这里，大家再慢慢想办法。这样一走了之是会出事情的。你先别急，我们来想办法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总不能像无头苍蝇，提着行李在外面流浪啊。先留下来。干！留什么留啊？房子是你们的。算了，我先去看黑老大有没有怎样。你先留在这边等消息。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哎，不了，我马上要走，有人在等我。没错，高雄我是待不下去了。你们不是说这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吗？现在我要离开，不就皆大欢喜了？之后，你可以专心念书，黑老大也不会再来找茬。这样你们不是很高兴吗？你到底要去哪里？是谁在等你？你知道那个李副官吧？他快退伍了，马上要回台北开诊所。我要跟他一起走。什么？什么李副官？谁呀？就是康逼他爸那个副官啊，上次帮你处理伤口那一个。你什么时候勾上我爸的副官啊？你还可真行哦你！怎样？他已经退伍，马上就是大医生了。他说他会照顾我，和他在一起，比和黑老大好太多了。那我呢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？阿威，你人真的很好。你为了我不惜和黑老大起冲突，我真的很感激。不过什么？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啊！你还是补习班学生，你还要准备重考哎。我需要一个可以保护我、照顾我的男人。他年轻有为，当年是以第一志愿考上台大医学系。等他开诊所，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。我能跟着他到台北见见世面，这样的机会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小朱，小朱，阿伟，我走了，你们好好保重。等我安定好再跟你联络。开车在等我，先走。小朱，小朱，阿伟，他妈的！那个李副官，小朱不知道是怎么在眷村找到他，我只知道小朱3不5时就找他要一些消炎药啊、维他命，还有除疤软膏之类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除疤软膏。我以为小朱专程替我买的。那是他勾上别人的借口吧？小朱和我一样，因为家里失和，很缺乏安全感。幸好我遇到康逼，但小朱没找对人。他一直希望可以有个让他依靠的男人。靠他的头了，靠！这种女人啊，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2个男的为她打打杀杀，她可好啊？拍拍屁股就走人。我去看一下小黑有没有怎样，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那小朱的事情要不要顺便告诉他，免得他又算在阿威头上？我会看情况。你要是听我的劝的话，你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？你为了那个贱货去打人，人家还笑你不是男人。康碧，不要再说了。小朱和我一样，因为家里失和，很缺乏安全感。幸好我遇到康逼，但小朱没找对人。
阿妹，夜经日哦，上课以外千万唔好乱走，你唔会堵到黑老大爷呢，对冇？啊？所以你有一点点喜欢我喽？我有通话咪讲的啦，小猪做的蛮好啊，安尼哦，你就做得彻彻底底，恭喜伊啊，系冇？喏，迄想叫就叫啊，太常叫出来啦，量用体减啊，吼。这个给你，是厨发软膏，给我的，前几天就买好了。你就一直带在身上。对啊。恐快行啦，按球无开来，唔认得路开路哦。系啦，你看俺遐个，俺没看到，一天又一念，你千万唔好讲俺拖你上大的事情呢。哎，对啦，不过马上要讲呢，俺妈一定要问你啊，安尼咯，一定要先讲好啦。咁么，你就讲俺看到路曼冲击，俺出书英雄救美。破天样哦，傅林贤，讲唔知臭到没够呛。冲赢师傅啦，俺已经拉水，俺安尼阻碍，俺唔讲啦，俺就要英雄救美啦。嘿，这嘛一定要英雄救美呢，讲救老弱妇孺，唔免讲的过去的，不管安多啦，就讲救老阿婆过好。做嘛俺又做唔得救什么？万一还没堵到什么的，就没出事情，怪卖人啊。阿爸哥，你年几来啊？小 Q， 现在出门看时间差不多啦。KPI 一闪后在线作用的，我们阿弟讲读书哦，都得小众哦。嗰有事冇？不请人哦。走嘛，对啊。多请小 Q。唔该啦。喂，奶，真能过去吗？啊，没事啦，用个洗来用会知啊，来咖啡哦，慢慢行就会啦。干爱送茶啦，然后来转爱哈，向快啊送茶，甲有生意。好啦，我填表个咯，那个富林个泰国个约好啊，落去房间咯。爱皮啦，一下条件。再见。有一哦。来去哦。
你要绑好哦。哦。哎，我没为你绑好吗？谁你哦？哦，看唔出来，其他的像调查用的哦。讲嘛该啊？来讲哦，看唔出来安优秀，其他的改存哦。阿公，睇下料哦，身体有顾好冇？啊？来看书。会痛哦，晕痛哦。阿发哥，我先跪去好了啊。哈？哦，多谢你真爱啊。没有啦，阿公再见哦。哦，慢行啊。哦，你晕痛哦。阿芬啊，你讲来呀，有事情问。哦，阿公，先落去哦。做嘛？阿妹，唔同超哥你揾嘢偷蛋用嘅呀？你喺咪嘅談戀愛啊？哪有啊，媽？我冇，哎，今日做乜伊櫃仔裏面哦，手毛櫃仔個卡扣來辦咩？電腦寫喺唱唱曲啊？嚟上班唔免甲人講過嘅哈，唔免唱曲唔好，係你因為我考試嘅呀，唔應該先讀書啊。媽，先錯啦，媽，我要讀書啦。迄唱曲，迄個摕規錄下喺錄放讀到嘅啊，伊就順手真愛啊。阿咪媽摕過哦，唔信哦，唔做你問伊哦。阿偉姑唔係同人傾下喎。我做乜唱曲唔做阿偉姑，偏偏要做人啊？哎呦，阿偉甲唱曲又唔熟啊！啊，媽，我約好阿偉甲太可言嘅，我落去嘅哈。阿芬啦，冇了睇啱鬼啦，我不要鬼上班談到咪啦？好啦。嘿，什么黑啦？叫客叫我给我出来啦！他不在这里。阿金啊，你去问问康斌看阿威去哪里。好，我去找康斌。我看哦，他是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了啦。去看看那客叫住哪个房间啊，把这屋子给砸了。是。小黑，你不好好在家里养伤，你跑来这边做什么？不教训那臭小子啊！我这里闷得更凶，伤得更深呐、啊！给我收！是。老大，好像在这间呢，门锁住了，不知道人有没有躲在里面。给我踹开！是，老大，住手！你真的要把事情搞那么大是不是？这间房子是我爸租的，你要踹要砸，可要好好想清楚。等到康大将军找上你爸，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啊。你一向就最讨厌你老爸，你现在还拿你老子来压我，你要顶太重的嘛？这些钱是阿威特别交代要给你的，他要向你赔罪。他回美容看他父母亲，他不是刻意躲着你的。小黑啊，我只是不想要把事情搞这么大而已。一个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一个是住在这边和我一起准备联考的学弟。你难道要我看着你们打打杀杀吗？更何况小猪已经跟别的男生跑了，我真的搞不懂哎，你们到底在争些什么？你这样传出去会被兄弟笑话的。
他妈的这个小猪，最好就不要给我逮到，不然只要有种哦，就别回高雄来啊！我们走。我这次给你个面子了，那臭小子先打人就是不对，只要他跟我别个不是，这件事情我们就算了。你上次不也打了他一次？我看就扯平吧。你以为我下手很不知道轻重吗？那臭小子拿瓶子砸我，害我到医院缝了3针。这钱啊，我也不要了。你叫来找我，不然我是会再来。好吧，等阿威回来，我会告诉他。我们走。你要顺用的角度啊，你讲高用读书，用啊推人的爽，嘿，唔去同伊相打。无啦，我就甲因讲唔迄呗。唔迄嘛看过医生啦。哎呦，唔是伊啦，我就医好呀，做嘛要俾医生看啊？哎啦，俾医生看过过好，你用啊冲爽啊，爱同医生讲清楚。快过年啦，过年啦，你该死嘞！你弟啊，你会照顾我自家，我阿爸没操心对么？好啦，莫讲的啦，我要去高雄的啦。为高阳啊，看过医生才贵啦。我可能只来看啦。哎，阿美国，阿美国，哎呦，我的心有没有？阿美国。啊！开口，你做什么啊？哎呀，难相死你了！哎，你打电话给福林了没啊？董演啊！哦，你怎么还是那么胖啊？去你个！男人都瘦了2公斤了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哎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就我当科学小飞侠的时候出任务受伤的。啥子啊？当啥子科学小飞侠？怎样？中不了？奶奶瞎掰汪！自己爱问。哎，阿发嘞，他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曼影迪啊，他应该比我早到家才对啊，奇怪，不知道他拖什么。太可啊！哎呦，福林嘞，他怎么比我还晚来？他应该快到了啦。我们4大金刚啊，好久没有在一起了。对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打鸟，看看谁的身手比较好。啊，哎，可是吼，枪早就被我丢掉了啊。不如我们再去偷几个鸭蛋来煮一煮，顺便试试看太口味的手艺有没有进步啊？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去偷鸭蛋，太口味去准备锅子。好。哎呀，可是我出门太急了，忘了带佐料喽。哦，你很炫呢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忘记。哎，玻璃！反身，我来晚了，带点吃的给大家陪衬。还是副理比较好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久啊？因为美丽有点不舒服，我在家耽搁了一下。啊，不舒服哦？她怎么了？没什么啦。没有，看你表情那么贱，一定有事，快说说。我年底要当爸爸了。好，你要当爸爸？真有你的哇！哎，恭喜！布林，恭喜你当爸爸了！我们呢，就用7岁带酒来请福林，要当爸爸喽！当爸爸喽！啊，阿范是怎么了？你中外国奖券了，比我还开心呢。哪有啊？哎，同学这么久没见，当然是开心啦！阿伯喜用啦！按键我看手脚谈恋爱咯。哦，你能看到有嗰样看，哎呦，难分难离。够嘛！哎，看你们混得那么好啊，像我就惨了。我和小纯吵架，他每天呢都跟隔壁班的男生约会，真是气死男了。
我看小春对你很认真啊，他一定是故意惹你生气啦。你就诚心诚意跟他道个歉，就没事了啦。那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他就是不理呢。现在啊，全班都在看男的笑话，气死人了。那你就多看看小春他喜欢什么啊，比方说多写写情书，或是送送小礼物什么的啊，多讨他欢心嘛。啊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！大哥诶，来啦，同时啦，莫上伊个啦，西妹哦，都没好同时啊。安尼哦，咱穿大丈夫，千万不要被西妹哦告尬哎。吼，那没错，来干杯！安尼哦，两个好兄弟。你要开心起来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别把这时间哦浪费在三心二意的 C 妹身上。好，没错，来喝。哎，阿 V 还好吧？怪怪的哦。我阿 V 他没事啊，好，好，我很好啊，现在就是胜芒透熟。哪一听哦，靠斗腿台。好，来呀，支持你。一定。哇！才短短几个月没见面，大家怎么都变了一个人啊？大家都长大啦。不过啊，咱四大金刚永远都是四大金刚，这是不会变的。来，干杯！重考的惩罚一年末就过了一半，感觉像过了一生瘾。其实我应该感谢小猪，跟我大象，希望我都面不清楚爱情到底是嘛个，我唔知，嘛唔想知的。剩的时间，我决定专心面对太后联考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好，我现在把数学作业本发下去。过年的时候啊，不要只记得数红包，有空要算一算数学。大家新年快乐！过完年记得赶快回来，我们要开始联考前的最后冲刺。不用太假咯。行啦，请我几面容啊？你今晚喏，面容又唔要唔见嘿。你上轻快几面哦，你请手跳啊！你还认识啦？唔行啊嘞哦，含运茶我食唔爽哦。好啦，那先规小沙拿卡棒，顺手同我水交本康比啊。哦，食啦。顶一下啦，三人食啦。夹，来呀！哎，听这个好了。谁呀？我啦，阿威。进来啊！哎，阿威，康比，这学期都亏你照顾了，谢谢你。对，这个房租，我知道我惹了很多麻烦，实在对你很不好意思。算了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。我听小黑说，他妈的毕业你真带走。他妈的，那臭小子又来啦！他妈的，找死啊！修理他！你现在是怎样？上次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，你现在又带家伙来，想啥涨啥？今天我不是来打架的。上次我拿瓶子砸你，是我不对。如果你气不过，你尽管砸在我身上，这样就扯平了。你现在说什么？祸是我一个人闯的，请黑老大不要去找其他人麻烦。该多少医药费，我会负责到底，不能让康逼出这个钱。康逼这么有义气挺我，我不能不知好歹。这么说来，上次那钱还是康逼出的。我知道黑老大你气不过，所以才要我一个道歉。
我是乡下来的，比较不会说话，但是我打了你，现在让你打回来，1报还1报，从此我们就扯平了。你打吧。要是他真的砸下去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就牙一咬就过啦。你少吹牛啊你！要是小黑真的动手的话，你这条小命恐怕就难保了你。打？还跟他客气什么？他妈的，这臭小子还顶带种的啊！既然康咪这么上道，这小子又这么带种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。这件事情啊，算了啦。谢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冲动了。事情总算可以解决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就放心的好好回家过年吧。过完年之后，我们再来好好的办个 party， 好好庆祝一下。不了啦，过完年我要好好的用功，把之前落后的进度赶快赶上来。对呀，你也该学学人家，好歹啊，至少认真个半年。这次你再考不上，你就剃光头去当兵了啦！乌鸦嘴你！那我先走了，阿发还在等我嘞。2位再见喽。OK。再见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保重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阿发，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你当都散不死哦。冇办法啦，俺嘛向俺冇洗衫，我俺带鬼洗啊。哦，那感觉哦，做阿妹鬼枪都会安尼吼，就像阿妹啦，不管爱做嘛个，伊就感觉爱做嘛个都唔错的。哎，本来就会安尼啦，做嘛哦，本来就会受生意的啊，哎呀，做就习惯嘞。哎，你们好了没？差不多了。最晚都要关瓦斯、关水、关电哦。好啦，快好了，等我们下了。真有你的啊！你去找黑老大单挑的事情一传开，大家都说你很带种。哪有啊？带种个屁啦！差点被他吓死。一个人跑去找黑老大，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兄弟，一点义气都没有。哦哟，我就不想连累你们嘛，自己做的事就自己负责啊。连累我们？哎，他这个人哦，就喜欢跟人家把干净啦。用的心越深哦，他伤的就越重。对啊，看他之前帮你抓青蛙，听说经过小猪事件，你真的还蛮重视的。不过哈，我觉得啊，高雄的人际关系真的比我们美浓复杂多嘞。像我们美浓通都是客家人啊，大部分的人都有一起成长的生长背景。来到这里，你看，又有闽南人，又有外省人，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不适应哎。我跟阿金也是乡下来的啊，我们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啊，也没有分什么外省人啊，还是客家人，还是闽南人。那可能是我们才刚来，还不习惯，好。对啊，哪有什么好分的？快过年了，我要回家吃我妈的卤猪脚。你妈也会卤猪脚，我妈卤的猪脚才好吃嘞。我还大肠嘞。大肠你去吃小猪的脚好了啦。哦。唔是啦，然后先讲两句好啦，要听下这个戏。
然后好贵的啦，不然还卢卡等人呢。嘛，爱买啦，爱做就好啊。哇，你会抽哦？挺够底丝喽。哎，说我的慢银买啊，喏，还能穷怪贵呐。第一次哦，听人的录下过年哦，吃都是没用。唔是笑，哎哦，迄同事情做伙这样贵了同嘛天数嘅。那乖乖。妈，安尼也就嫌贵咯，免除你哦，人养贵落来做每家啦。对啦哈，加油贵哈。哎，小 Q。阿大哥。嗯。哎。小 Q， 脸嘛天人啊！哦。大哥，你妈来出波呀？哎呀，来嘛，要出去摆夜的东西啦，那就其他人分出啊。来鸦片，跟他来做。哦。呀。哦，真个鬼难抽呢。牙某诶，用病牙个枪啊，敢唔讲？你病牙个胎哦。来，我讲你啊。枪用菜瓜布太重的，喂，因为是火肥的。火肥。嗯，够好抽，你看，你够好抽，系吗？嘿嘞。你试看看哦。哦，真的嘞。系啊。哇！我枪里吼，你看，这鸦片啊，都得用牙刷刷。最后嘞。哦。真的嘞，球球，你真的够厉害呢！你的事情改多呀，全部数控控唔到的呢，冇抢挨啊，好嘅哦，全部就四兔数啦。那唔系咧，阿发哥退休啊，他会做太师哦，爱枪会做卢卡嘅事。错咧，来同卢卡人讲过咧，年过系啊，就会去高雄哦。啊？不说，你真的去高雄的天子公司上班哦？噶，你那海鸟 Q 几片哦？冇呢，公司有秀啥？有啊，你把看到你的世界，还拿天发出资本你哦。好，一听哦。很多果冻天子够有名哦。好啊，一听哦。啊，你要不快嫖酒嘞，大哥。哦。哎呦，算了啦，黑暗夜，你有冇嘢未到啊？啊，弄开了呢。唔怕啦，反正哦，手也唔起，心也唔来啊。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，来带来希望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。
大强卡创山高，山高无强强，上后鸟来碰，大强卡创山。